漫画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古早有俗语，现代嘛有俗语。100年前有俗语，50年前有俗语，即阵嘛有俗语。我会记得讲，较早细汉，阮阿爸定定听念歌，伊就会讲一句四句连斗句，讲各行随人的命运，毋是讲人后钱才会春啊。哇，这就变俗语安尼。啊尾啊，我渐渐大汉，听到流行歌咧唱讲向前行，啥物拢毋惊。民间人嘛定定咧应用，这嘛俗语啊。国情今日要来招你讲几句啊斗句的，这还未变做俗语，毋过吼固定时间咧应用。啊，我定定去看人选举场，拢迄个斗句的话真趣味。头一项咱来讲，县长、市长选调要连任，即马吼我要选连任啦，对手要来挑战啦，我就爱讲呢，吼。起厝起一半，师傅唔通换，因为我即马做4年啊，真侪建设拄开始咧做吼，慢慢拍基础了后，才要收成尔。结果换一个新师傅，厝起一半呢，那即个师傅做了无好，但吼伤心艰苦闹开的，唔是干那我呢，包含人民嘛无啥通好得利啦。当然这是选举的人调工说斗句出来讲的话哦。啊，讲到人民，咱嘛知影讲较早选举有咧买票。500、1000，甲你买，即马社会买袂行啦。毋过伫迄个有买票的时代吼，我哪有迄个斗句的话讲安那呢？讲钱共收无要紧啦，摕还摕，斗还斗，人民才会出头。讲到即句吼，人民的俗语啦，这是较早斗句的话。我细汉嘛定定听人咧讲，因为有人迄个买票吼，毋是干那钱摕来恁兜呢。包含迄个关公啦、妈祖啦、新准捧咧，讲吼你摕钱，关公有看哦。毋则人会说即句话，尤其较早拢反对党会咧讲摕还摕，斗还斗，人民才会出头。你钱甲收，毋过爱转互我即个清白的人。当然，讲到选举，咱就知影，有当时啊选举选了呢，刺激过头，拢会互相批评。毋则讲吼，伫咧烧麦的时阵，毋是干那演讲台呢，上界恐怖就是讲私底下伫咧放消息，哇！迄款的真正批评甲无一块对，毋则会讲有的时阵选举讲斗句，咱会讲对手吼，讲的拢人情义理，做的拢伤天害理啦。啊，这吼真歹听的话，共款即日你咧斗句啦。虽然听得印象真好，毋过即个话咱会晓听就好，毋好摕出来学，毋好摕出来讲互听。这就是台语斗句的艺术甲趣味啦。